顾长歌这个贱人，居然敢强抢圣女苏清歌，下来受死！叶晨怎敢如此嚣张？顾公子可是上界下凡的神子。就是，他若动怒，整个东荒都要颤抖。哼！叶晨，如果今日不给圣女一个公道，这太玄圣地不待也罢。这叶晨真是条疯狗！圣女是掌门送给顾公子的，关他什么事儿？主人注意，天命之子叶晨出现，你身为反派龙套，将会被疯狂打脸，挖土抽髓，惨死路边。本以为穿越成上界神子下凡一击，拿的是主角剧本，没想到是个反派炮灰呀！这女的跟我也没关系啊，是太玄圣地硬要拿过来侍寝。系统，怎么翻盘啊？请打脸天命之子叶凡，获得天命值，提升修为，独断万古。独断万古，有点意思。叶晨，我记得你，你经历百朝大战才拜入太玄圣地，但你不该对顾公子不敬。哼！我叶晨拜无数英豪，区顾长歌不敬又如何？放肆！区魂恭敬，如此嚣张，受死！哼！叶晨居然赢了！这叶晨竟然有这般本事！不过越阶杀敌，诸位何必震惊？姓顾的，我劝你放弃清歌，并向我求饶，否则我日后定将你斩杀！区天命之子也敢在我面前装逼，看来她就是女主，正好可以用来打压叶晨。清歌圣女，茶空了。你如此乖巧，是怕我伤害叶晨？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知道自己该做什么。公子，顾长歌，你竟然无视我！好，那我便让你知道何谓井底之蛙。哎，你没资格挑战公子。来，跟我打！无论是谁，我叶晨全都无惧。所谓无惧，是因为无知吗？顾长歌，我给你一个求饶的机会，只要你我是天命的潘辰，低我3个境界。跪下！这不可能！怎么会这么巧？顾公子如此年纪，修为竟深不可测呀！
系统，如果我直接踩死叶晨，会怎样？叶晨如今气运正旺，强行动手，主人会被天道杀死。看来要不断打脸，消减他的气运。来人，把叶晨押入大牢，听候顾公子处置。青哥，青哥，你为何一言不发？我还为了你，不惜与太玄圣地决裂。青哥圣女，今晚可否陪顾某一起赏月？青哥，快快答应，这可是天大的机缘。青哥不要答应他。青哥，如今阳虚圣地虎视眈眈，咱们的命可都捏在顾公子的手中。好，今晚我等公子。顾长歌，你卑鄙无耻，竟当众辱我！你敢不敢和我立下赌约？3年后，我们一决胜负。我为何要答应你？诸位都看着，你要是不答应，岂不是很没有脸面？按你这么说，为了这脸面，我就要放了你，给你机会成长，然后回来杀我。蠢货！没错，叶晨，你以为普天之下皆你妈呢？谁都得惯着你。这种人心胸最狭窄，认为全世界都欠着他。满口仁义道德，实则最为自私。这不可能！以前无论何种困境，只要我立下这3年之约，必能化险为夷。今日怎会如此？今日怎会如此？叶晨心境受损，叶晨气运降低100点，主人天命值提升500点。这踩死蝼蚁的过程确实有趣。多谢公子提携之恩。楚玄渊跟随公子左右，赴汤蹈火，区区小事，无需在意。多谢公子。女儿，马上入夜了，去吧，陪公子赏月。公子，请随我来。不必了，方才只是为了打压叶晨罢了。我还有事，顾某就先行一步。女儿啊，如今各大势力都在密谋吞并咱们太玄圣地。如果你不能拉拢顾公子做咱们的靠山，咱们必将灭亡。青哥明白。这顾长歌比那什么叶晨有意思多了。天命值还不够多，看来除了利用苏青歌打击叶晨，还得夺取他的机缘。公子，根据消息，那圣主将苏青歌许配给您，是因为东荒各大势力即将攻打太玄圣地，他迫切需要一位靠山。果然不出我所料。按计划行事，你现在就去地牢盯紧叶晨。公子，我有点不解呀，叶晨如此的嚣张，要把江丹除掉。那叶晨身上有大气运，跟着他
可谋得大机缘，能助我夺得至宝八荒魔戟。八荒魔戟，那可是您此番下凡的任务啊！老夫这就去完成。风雨欲来，是时候变强了。系统，消耗天命值，提升境界。系统将突破气息压制在封侯巅峰，我要暗中吃火。这下界分为8大境界：肉身、灵魂、魂功、大能、圣主、封侯、封王、虚神。好恐怖的气息！那是顾公子的颈部，这气息，难道说公子已入封侯巅峰？顾长歌果然为一代天骄，此等天赋可独霸东荒。这开挂的感觉就是爽！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让自己变强，这不算开挂。他们都以为我是封侯巅峰，但其实我已入封王。天命值已空，请主人尽快打理叶辰。别急，这韭菜得慢慢割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明明我已经立下了3年之约，为什么不管用？顾长歌，都怪你！小陈，师尊，你之前哪儿去了？为什么不回应我？那顾长歌满身魔气，不仅来历恐怖，身后还隐藏着强者。哼，不过是一个靠背景才突破封侯境的废物，我分分钟碾压他。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公子所说的机缘，原来是一缕残魂。师尊，那阳虚圣地的掌门孙女曾仰慕我，你帮我送一封信给过去，蛊惑他们覆灭太玄圣地。覆灭太玄圣地？小陈，你的师父、好友可都在这里？哼，这些人，今日无一人替我出头。既然他们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小陈太不理智了，居然因为一个女人冲动，而且此事明明是那苏清歌主动的。师尊，把破金丹给我，我要连破3境，登临封侯。你疯了！那东西会燃烧你的潜力，压榨你的寿元。我管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必须让顾长歌付出代价。小陈，师尊，心意已决。好吧。公子确信无疑，叶辰的师尊是一缕残魂，姿色不错，要不要老奴给您抢过来？不急，你贸然出手，小心人家玉石俱焚。哎，你觉得这挑拨离间怎么样？会不会有点不符合我的身份？确实有点儿。你说的没错，这一切都是为了世界的和平，就这么决定了。老奴没说。顾公子，亲哥前来求见。去主，为了前程，为了圣地，
一定要讨好顾长歌。他来干什么？明老，你先藏起来。诺。不知清歌圣女来见顾某所为何事？清歌是来道歉的，叶晨之事是我没有处理好，惹得公子不悦。所以呢？请公子原谅。这女人有点意思。你跪地求饶，莫不是觉得我对你感兴趣，想让我饶过叶晨？清歌自知蒲柳之姿难入顾公子眼中，清歌只是想以示诚意，还不够，加大筹码。公子，清歌乃稀有的太阴玄刹体，此事除我自己之外，只有公子一人知晓。太阴玄刹体，绝佳的顶颅体质。你这女人，比我想的还要聪明。多谢公子夸奖。你不怕我将你吃了？如果公子想的话，清歌也不是不可以。言不由衷啊，系统，这种主动送上门来的会遭受气运反噬吗？女主还未真正臣服主人，如若发生关系，将遭受天道雷罚。顾某不是趁人之危的人。顾公子，送客。这样看来，还要继续演下去啊。这顾长歌果然让人捉摸不透，这都不碰你，看来是我们错怪他了。苏清歌臣服之心出现，叶晨气运受损70点，天命值加700。主人注意，叶晨气运开始大幅度衰败。看来得继续打压叶晨，才能收服苏清歌呀。这东荒第一美人，可是有着不小的气运啊！明老，老奴在。被叫去牢房。这气息是破镜丹，看来这天命之子亡我之心不死啊！公子小心。顾长歌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，自然是来见你的。哦不，是来见你师尊的。你在说什么？你若再躲躲藏藏，别怪顾某不讲情面。师尊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不知顾公子前来有何要事？顾某只是想提醒前辈，良禽择木而栖，贤臣择主而事。跟在这叶晨身边，有些屈才。你在挑拨离间？顾长歌，你卑鄙无耻！想必前辈也知道我的身份和背景，若能追随于我，我定能让前辈重回巅峰。顾公子，我与小臣有约在先，您请回吧。前辈高风亮节，顾某佩服。这枚丹药就当做我们的见面礼。这是能稳定神魂的聚神丹。计谋已成。公子，趁离间之际，
堪称是天衣无缝啊！别拍马屁了，这太玄圣地会出大事儿，你可以趁机把叶晨放走。公子，这难不成是要在众多势力面前打脸叶晨，断绝他崛起的可能吗？浅薄，你只看到了第一层。那第二层呢？镇压东荒，借天下人之手，夺取至宝八荒魔戟。师尊，那顾长歌没安好心，你不要使用这颗丹药。我没有选择，服下这颗丹药能让我活得更久。一颗破丹药而已，等我境界稳固了，亲手为你炼制便是。小陈，你是不是对顾公子有什么误会？其实从头到尾都是那苏青歌在巴结他，反而是你一直在惹事。师尊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希望你能认清现实，毕竟顾公子……顾公子，又是顾公子。既然师尊你那么喜欢他，那大可以跟他走，何必留在我身边？小陈，你也别恼，我服下这颗丹药是为了护你性命。真的？嗯。我就知道师尊对我最好。哼。你们可曾收到叶晨的消息？收着了。太玄圣地的太上长老已经作画，如今实力空虚。好，好，好！今日正是消灭太玄圣地的大好时机。不过，太上长老，传闻太玄圣地最近正和一位神秘的年轻人走得很近。那位年轻人啊，据说背景很恐怖。一个年轻人而已，改变不了今日的局面。而且，就算再强，也肯定不如叶晨。这太玄圣地真是瞎了眼了，如此天赋的奇才，竟不知道好好去巴结。太玄圣地注定要灭亡，进攻！小陈，各大势力开始进攻了，咱们趁热快走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咱们去中州。不去，这是个好机会，可以借刀杀人，弄死顾长歌。小陈，你疯了？没疯，那顾长歌现在是封侯境，而我也是封侯境，况且我还身负顶级功法，有师尊协助，定可越界挑战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岂不可是？哎呀，这个蠢货，小陈！哼，全在公子的计谋当中。公子，力道合适吗？不错不错，还是做反派好啊，女主都能轻易攻略。公子，各大势力已到，叶晨逃脱。好戏终于开场了。报！圣主，大事不好了！阳虚圣地带着多股大势力已经杀到了门前。慌慌张张的成什么样子？别扰了公子的雅兴。就是，有顾公子在此，怕什么阳虚圣地？顾公子，还请您助我太玄度过此劫，日后我等甘为附庸。请顾公子助我太玄度过此劫。求公子助我太玄度过此劫。既然如此，青哥，公子，帮我温酒，我来会一会这天下英豪。这太玄圣主怎么一点防备也没设？这难道有诈？
有请顾公子。听说你们想见本公子？这气息有些不对呀、难道说太玄圣地真的找到了靠山？今日之事确实有些诡异，不然咱们改日再战。也好，我们回去打听打听。撤。走。诸位，你们都被骗了。哎，叶晨，你小子果然是逃出来了。诸位，我和这顾长歌交过手，实力不过封侯境，根本不值一提。只要我们一起出手，这太玄圣地屈指可灭。若叶兄弟所言非虚，我们这么多封侯境，灭掉太玄圣地确实简单。听到了吗？如果你们识趣，就跪地求饶。叶晨，你这个叛徒！来得好！好，这气息是不错，我已入封侯境。数日前你还只是魂宫境，怎么可能连破3境？汝等井底之蛙，自然不知我天赋多高。区封侯境，我只需1夜，便可登临。1夜连升3境，这叶晨果真是天才呢！那是，叶晨可是千年难出的一个天才。如此天才，太玄圣地竟然不珍惜，反而为了一个什么顾公子将其得罪，真是愚蠢至极。所以太玄圣地今日必须灭亡。灭！你们这群无知之辈，竟敢在顾公子面前撒野！没错，有顾公子在，你们嚣张什么？诸位，你们之所以觉得顾长歌深不可测，那是因为他是一尊魔修，修的不是正道功法。按照东荒的规矩，若见到邪魔，当必杀之。哎，叶晨，你确定这小子是魔修？我确定，如果今日不斩杀他，日后他魔道大成，必会血染东荒。啊，他居然真是魔修，还是大魔！什么？绝不能让他成长起来！诸位，魔修乃天地不容，今日便随我一起覆灭太玄圣地，斩杀邪魔顾长歌。我大日皇朝愿追随叶兄弟斩妖除魔，万花宫也愿相助。五毒血海愿上阵杀敌，拜月山。无上天魔宗，莲花寺斩妖除魔，阳虚圣地八戒，致灭太玄圣地，诛杀顾长歌。顾长歌，今日你必死无疑！如此多的封侯境，就算顾公子身为封侯巅峰，恐怕也无法抵挡。圣主，
难道今日我太玄圣地就注定要灭亡吗？殊死一搏吧！起码别在顾公子面前丢人。魔又如何？仙又怎样？在这个世界，弱小就是原罪。我是天命的人子，这如此恐怖的气息，这是蜂王镜！我东荒竟然诞生了新皇！今日长歌一人，万万古！我是天命，踏碎光环，擦亮你们的剧本。这爱不过是运气啊！我的法宝啊！这个顾公子好恐怖的功法！诸位小心，来了！如此强大，兄弟们一起上！一群蝼蚁也敢窥天，断！怎么会这样？仅仅一个字就能让我经脉寸断？这蜂王镜实在太恐怖！这个太玄圣地居然还有这等人物！萧家愿为公子效力，求公子原谅。小伙，你这么快就投了？一群蠢货，如此强者还不攀附？难道想被灭门吗？萧家，请公子原谅。这场机缘，你抓住了。顾公子，我也投靠，求公子不杀之恩。我们也投靠，我们也投靠。我愿意赎罪赔偿。能得到顾公子的喜爱，以后东皇谁见了我绕路走啊！可恶，顾长歌竟然突破了，我好恨，我好恨！小陈，小陈，趁现在咱们快走。好，但是得带秦哥一起。好，走。是时候收割天命值了，接下来交给你了。公子放心。诸位，想要得到公子的原谅，就要看你们的诚意够不够大。快想想办法，怎么才能挺顾长歌啊？我已经在努力了，还不够。实在不行，你为自己吃合欢散。不好，有人！秦哥，叶晨，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来不及解释了，我现在就带你离开太玄圣地，脱离苦海，不再受到压迫。叶晨，我是不会离开太玄圣地的，你怎么还不明白？秦哥，你居然拒绝我，难道是顾长歌已经逼迫你臣服于他了？顾公子从未逼迫过我，直到现在，我都还是完璧之身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反倒是我心思不纯，一直想要讨得他的喜欢。什么？唉，我就说小臣对顾公子的偏见太深了。不可能，秦哥，你不是这样的人。我就是这样的人。秦哥，你不是这样的人。我就是这样的人。铺垫了这么久，这苏青哥果然没让我失望。秦哥，你刚才这话是骗我的，对吧？怎么可能会这样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不要再纠缠我了，否则
别怪我不客气。一定是顾长歌对你使用了什么邪术，他来自传说中的上界，他肯定会这种办法。叶晨，你冷静点。我很冷静，冷静到现在恨不得杀掉顾长歌。清歌圣女可在？顾长歌来了，小陈，快走！青哥，我还会回来的。不能放他走，这很可能是公子的考验。我知道。青哥，你这小姑娘有点狠啊！走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公子，青哥让您失望了。我怎么会失望呢？你做的很好。叶晨与女主最终决裂，气运损失50点，天命值加500点。从今日起，你和叶晨已经是不死不休了，后悔吗？青哥既然跟了公子，就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。有趣。那青哥是否通过了考验？考验？不，本公子只是想看一场好戏。看戏？这场戏很好看。这场戏很好看。公子如此信任青哥的话，青哥很感动。是感动，还是不感动？触发气运之子臣服事件，气运点提升60，天命值加300。还有这种玩法？看来除了打压天命之子，还可以收服。真没想到啊，那位公子竟是来自上界，难怪各门各派气势汹汹前去，最后夹着尾巴回来了。哎，还有那叶晨，他嫉妒那位公子俘获了东皇第一美人的芳心，就主动挑衅，结果呢，惨遭打脸。该死的顾长歌，他日后我必杀你！还有苏青歌那个贱人，竟然敢背叛我！小陈，根据古籍记载，八荒魔戟即将在中州现世。哼，来得正好，那咱们现在就去中州。公子，东荒势力送来的宝物已存入您的司库中。不错。还有，大夏皇朝发来邀请函，广邀各地天骄前往冲越古城论道。没兴趣。大夏皇朝位于中州，先皇曾在此飞升，底蕴深不可测。冲越古城，那不是八荒魔戟出世的地方吗？那便去看看。青哥这就去安排。有点意思。公子，明老，我记得你便是自中州飞升的。回禀公子，老奴正是3万年前从中州飞升的，当时被上界那方大角作为苦力去挖矿，多亏了遇到族老，被解救，才脱离了苦海呀。3日后，我们前往中州，你可顺路回家探亲。老奴多谢公子为老奴考虑。不必如此，退下吧。是。夺至宝八荒魔戟一定十分危险，但这叶晨已经快被割完了呀。下一个气运之子会是谁呀？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
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。林天，你竟然又在我的课上睡觉！这个废物，如果不是来自上古林家，又怎么可能和我们在同一间净室修行？林秋寒长老也是倒霉，居然摊上了这么个倒霉地。哼，本王不干！本王不是在渡劫飞升吗？还本王，笑死我了！这废物到底梦到了什么？林天，你太过分了！等等，这里是中州。原来如此，本王陆谦夺舍重生了。什么神王鬼王的！如果你半个月之内不能突破灵海境，就会被驱逐出道级书院。区灵海境怎么可能困扰我？哼，不出半日，我必能突破。半日？你傻了吧？哎呀，哼！我身负大气运、大机运，你们就等着被我打脸吧！去。没想到啊，我还有一天回到中州大地。3万多年都过去了，不知道我创下的家族怎么样了？您老先生竟是自中州飞升到上界去的？没错，但是他们现在怎么样，我还真不知道。主人请注意，由于叶辰气运衰败，新的气运之子林天已经出现，世上又多了一个能踩死你的人。终于有韭菜割了。林天，看来是和明老一个家族的。公子今天似乎心情不错。论道大会在哪召开啊？回公子的话，是在中州地冲越古城，那里也是林家的所在地。论道大会，我没兴趣，但收割气运之子，我很有兴趣。这就是冲越古城，至宝八荒魔戟的现世之地。只要夺得此宝，我定能斩杀顾长歌与苏清歌那对贱人。小陈，你现在变了好多。师尊，你又要劝我放下仇恨吗？那不是仇恨，那是你自作自受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不必你再多嘴。想我堂堂一代神王，竟然沦落到没有药材的地步。等我崛起，一定要让林家这帮人付出代价。林家少爷，家主召集所有族人前去拜见老祖。知道了。哼！这林家，也就先祖还算凑合。若天赋尚可，可收入麾下。哼！林老，你们好好叙叙，我出去逛逛。公子，老奴岂能怠慢您呢？无妨，青哥会陪我一起的。哎，秋寒，你对这附近熟悉，你来带顾公子和苏小姐去看看。好的，父亲。两位大人，跟我来。明老，请上座。主人请注意，天命之子林天已经出现。姐姐，终于找到你了。这位是？回大人的话，这是我弟弟。哦，这样啊。林天见过二位大人。
九阴玄叉体，传说中绝佳的炉鼎，只要能将其祭炼，本王有望重回巅峰。你傻愣着干嘛？我去带二位大人去逛逛。啊！顾长歌是天赋不错，不过可惜你遇见了我。哼！果然在偷看。秋寒姑娘，你那个弟弟看起来修为有点弱，作为姐姐应该很担心吧？他不是我亲弟弟，这孩子自小父母双亡，性格也十分懒散，我多次劝说都没用。最近不知为何，突然开始了努力。哦，这样，废柴少年一夜之间崛起，是强者夺舍，还是重生归来？公子，天色不早了。那好，秋寒姑娘，改日再叙。嗯，好。好你个林秋寒，竟然敢对别的男人示好！明明我才是极大气运者，真正的绝世天才。小天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全都看到了。姐姐，那顾长歌就是个废物，你怎能对他如此谄媚？顾长歌挺好的，你别乱说话，小心得罪老祖。我说的绝对是实话。再给我一些时日，我定会让你看到，顾长歌在我面前连狗都不如。得了吧，小天，顾公子乃是封王强者，你连他的1/10都不如。哼，本王乃是虚神巅峰强者转世，区区封王，弹指可灭。林秋寒与林天产生裂隙，林天气运损失50点，天命值加500点。这就产生裂隙了，这天命之子不太强啊。公子，饮酒。秦哥，今夜你得小心些。这是为何？那林天今日看你的眼神，像是要吃了你。难道说？没错，他已经发现了你的九阴玄叉体。一尊封王境的垃圾，也敢在我面前嚣张。虽然我现在不过灵海，但杀一个顾长歌，绰绰有余。即使这咒术弱化了100倍，却也不是封王境能够抗衡的。哼！你会变，你不会变，我人在上，分身离魄，铁已无可往去。说出你的要求。尊敬的魔神大人，请借我一具投影，我要杀了顾长歌，灭其真魂。代价是我50年的寿命。好，交易完成。这具投影我就借给你了。好强大的投影！长歌，这一次你必死！我神投影，天年无法，去杀了顾长歌！这林天
竟然这么快就动了杀心。长歌，斩你了！长歌，我来斩你了！斩我？林天啊，你我二人今日才第2次见面。要怪就怪你命不好，区封王境就跟守九阴玄差几位侍女，你可知本王正好差这一位补药，所以呢？所以本王便略施手段，以50年阳寿为代价，送你下地狱。送我下地狱？你有那资格吗？资格？顾长歌，在东荒那个小地方，封王境确实无敌，但在中州，你连个屁都不是。你还年轻，不知道本王曾经的辉煌，你因此而目中无人，我并不怪你。不过，倘若有一天你能踏足虚神境，就会明白“露天”这2个字有多恐怖。你猜猜，我最讨厌什么？什么？我这个人最讨厌有人在我面前装逼。万花天魔。自不量力，死！虽然这林谦只有本座1/1000的力量，但杀你轻而易举。消失了。我说过，我最不喜欢有人在我面前装逼。这是吞血魔功，你还挺识货。这具身体乃是魔神投影，若你敢乱动，就是与魔神为敌。那你就让那个魔神洗干净他的狗头，等我来摘你。明天寿命大减，气运受损1500点，天命值加1500点。这新诞生的气运之子还真是垃圾，我都还没动手，就要把自己玩死了。唉，请公子恕罪，是老奴守护不力，还望公子责罚。这种程度的咒术还伤不到我，我只是好奇，是谁在这下界竟有如此手段？老奴这就去查，势必查出真相，给公子一个交代。公子为何不告诉明老真相？这林天既然动手了，那就陪他好好玩玩，顺便再看出好戏。聪明。
会吞血魔狗，可怕，实在是可怕。与我诅咒秘书相连的魔导都感到了恐惧。不行，这林家实在不能待了，一旦查到我头上来……小天，今晚家里出大事了，快出来！家主召集所有人去大厅。小天，又被发现了。如果那林秋寒看到我这副模样，小天，他肯定会心生怀疑。小天，不行，小天，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了。小天，小天，小天。如今只有假死才有一线生机。小天，小天，你怎么了？小天，小天！公子受罪，老奴教导不力，请公子责罚。看来人已经抓住了。是，人是找着了，但是他已经自杀了。死了？看来这林天是想假死脱身呢，正好陪他耍耍。都起来吧。是。这就是权势的味道。一个小小的废柴少年，可做不出刺杀我这样的事儿。我怀疑啊，他是被人操控的。公子，你的意思是？念在你跟随于我多年的份上，此事罢了。多谢公子宽恩。公子实在是通情达理，深明大义。公子，这件事我一定要查清楚，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公子，为防止滋生事端，那林天要不要先火化了？不，不必火化。哦，这要是火化了，我怎么等他复活呀？听公子安排，那我们这就去设下酒宴，为公子赔罪。走。秋寒姑娘留步。不知公子为何要留下我？你这几日给我送的糕点，味道很好，这其中竟然还有一丝丹意，让我有些意外啊。公子说笑了，我可不会炼丹。我说你会，你便会。公子，论道大会的消息，3日后正式召开。知道了。哎，金阳兄，听说前段时间你和一位来自东方的年轻俊杰结为了异姓兄弟。此事是真的，我那兄弟的天赋千年难遇，要不是被未婚妻背叛，遭到大人物的陷害，早就名满天下了。这么厉害，那他叫什么？有朝一日，我等也定要结识一番。这……各位，林家明日设宴，要款待一位年轻的大人物。何等人物能被林家如此看重？听说是能让林家那位飞升老祖臣服的年轻大人，而且还收了东方第一美人苏清歌。此大人物必须前去拜见。咱们明日定去拜见。苏清歌，这位大人物，莫非就是叶晨口中的淫贼？手握日月摘星辰，
世间无我这般人。公子的眼望真是与众不同呢。林姑娘，有一事我想提醒你一句。顾公子请讲。这林天的尸体，你可得注意一点。我怀疑他被人取而代之。上界之中，这样的秘法可不少。公子是说，他是在假死？猜测罢了。多谢公子提醒。我去给公子换酒。公子这是要收服林秋寒？此女乃丹道大才，若能臣服，可助我境界再次突破。触发气运事件，收服林秋寒成功，气运值加200，天命值加1000，这就成了。触发随机任务，打压叶辰义兄，奖励完成500天命值。任务失败无奖励。叶辰的义兄在哪？顾公子，外面一些青年天骄来拜访你。让他们进来。哦，好。见过公子。拜见大人。我听闻公子在此，立马赶过来服侍。看来那义兄就在这人群当中。诸位免礼。楚玄，公子有何吩咐？在这中州，可有发现叶辰的下落？公子，卑职无能。看你这态度，看来是没有发现。楚玄甘愿受罚。公子，中州大地如此广袤，如果一个人想躲藏的话，想找寻他的踪迹，无异于大海捞针。楚玄他估计很难办。这位就是东荒第一美人苏秦歌吧？冰肌玉骨，真是美得动人。也只有这位年轻的大人才能让其臣服吧。生就一副祸国殃民的样子，但心肠实在歹毒。为了攀附顾长阁，竟然给叶辰兄弟戴绿帽子。既然青哥都说了，那此事就此作罢。退下吧。是。诸位，那叶辰乃是我太玄圣地的孽徒，险些毁掉我太玄圣地的气运。如果诸位见过，烦请告知于我们。哎，等着，这叶辰的来历，我怎么好像听说过呢？大人，我觉得迦楼圣子应该清楚叶辰的行踪。不好，这该死的远处圣子！迦楼圣子，上前一步。见过顾公子。说说看，你和叶辰什么关系？你和叶辰什么关系？好强，我连反抗的念头都起不来。这位大人确实强大。原来公子的目的是这个，找出与叶辰相关的人。聪明。在顾长歌身旁，真是伴君如伴虎啊。大人，叶辰是我的义弟，他的为人我很清楚，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问你，那是你的荣幸，谁给你的资格？敢问我？随机任务：打压气运之子一兄，超额完成，最终奖励天命值700。超额完成，不错。我乃圣子护道者，圣子愚钝，冲撞了大人，还望大人恕罪。你一句恕罪，就想得到我的原谅？我的原谅何时变得如此廉价？大人，是我鲁莽，我可以道歉。请大人原谅，迦楼圣地愿意道歉。
道歉是强者用在弱者身上的资源，你们竟敢用在我身上！大人，何必苦苦相逼呀？林老，老奴在。半盏茶，我不想听到迦楼圣地还在的消息。老奴这就去解决。灭掉一个圣地，我没听错吧？这位大人是开玩笑的吗？迦楼圣地毕竟是中州顶级势力，半盏茶真的能灭掉吗？我相信这位大人的实力，但是半盏茶的时间，就算是林家老祖出手，也绝不可能如此迅速。不可能！就算你实力如此强大，也不可能在半盏茶内灭掉我的迦楼圣地。我圣地天骄无数，还有护山法宝，跟修神仙士。大人，我承认迦楼圣地的错误，但您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？杯中水空半盏，迦楼圣地除名。你做梦！顾长哥，我好心过来跟你缓解关系，没想到你竟是这副嘴脸。看来我一弟说的没错，你果真是个淫贼。要是敢动我，叶神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我等着。茶还剩2/3。圣主，刚收到消息，圣子金阳被斩杀于冲越古城。何人所为？听说是一个叫顾长歌的人。顾长歌，听都没听过的废物东西，竟敢斩杀我圣地最强天才，断绝我圣地未来100年的气运，实在找死！圣主，是否集结弟子前往冲越古城？不仅要集结弟子，还要把闭关的太上长老们全部叫上。这一次，我定要叫天下人知道我迦楼圣地的脾气。脾气？谁？就你们一群重置，也配发脾气？你们未曾见过天之大，就在这里放言天之渺小，简直可笑啊！你是谁？我是谁？3万年前，我曾是林家老祖，现在我是公子的奴仆。林家老祖，杀我圣子的，就是你口中的公子？没错。哼，公子限我1个时辰，将你这迦楼圣地消除。就凭你休想！众弟子写阵。咱们还有什么手段都拿出来吧，别耽误我时间，免得让公子觉得我办事不力呀。山谷，助我降魔！此乃我圣地镇山神器，鼓声一响，即便是虚神强者，也要被活活镇杀。就这点儿啊？算了，那我就直接动手吧！吃我一脚！好臭，好臭的脚气啊！怎么会有这么臭的脚气啊？不好，我的修为已经无法运转了，救我！我不想被臭死啊！正八位力，岂是虚神能够比拟的？神谷，定住！再吃我一脚！不可能！
呢？生我居然连一脚都没顶住！哼，我这只脚挖矿8000年了，每天井水浸泡，就你区区下贱，闻他都没资格。去死！求前辈饶命！我愿为前辈献出一切，包括这座圣地。你们所有人加在一起，不如公子夸我一句受用。不要！不要！今日加盟圣地除名。时间到了，那林家老祖怎么还没回来？不会是失败了吧？公子，都1个时辰过去了，该不会出什么意外吧？慌什么？一个迦楼圣地而已。侦查输了，1个时辰还是太短了。啊！这是迦楼圣主，迦楼圣地真的被灭了。公子，老奴不辱使命。顾长歌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总会有人要收你的。弹指间覆灭圣地，这顾大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你我皆都是天骄，可在顾大人面前，蝼蚁都不如。与这样的人生活在一个时代，既是幸运，也是悲哀啊！诸位都看到了，你们口中所谓的家族背景修为，在顾公子面前，通通不值一提。若是还有哪位不长眼，明老。诛灭九族！顾大人，我这就回去和宗主说，不要再接触叶辰。这个叶辰就是个害人精。没错，要不是他，金阳也不会死。而且迦罗圣地因他而亡，他竟然一句话都不说。对，他就是个害人精。对，我们这就回去告状。对，走。神秘大人顾长歌，覆灭迦楼圣地，斩杀圣子金阳。金阳大哥，一定会杀了顾长歌，替你报仇，替迦楼圣地报仇的。这顾长歌果然手段惊人，本想通过金阳让你拜入迦楼圣地，如今看来，只能另谋他路。师尊，还有没有其他快速变强的办法？我要杀了顾长歌，不惜一切代价。小陈，忘记仇恨吧，离开中州，我可以保你一生安稳。不可能！要不是顾长歌从中作梗，我早就拿下苏清歌，问鼎东荒。此仇不报，我夜不能寐。事到如今，只有一个办法。这是八荒魔戟的封阵地，天元谷秘境。没错，根据我的推断，这次中州论道大会便是以这秘境为场地。届时，除了八荒魔戟，还有大机缘。太好了，以我的资质，必能掌控八荒魔戟，夺走机缘。切莫急躁，我怀疑顾长歌还有后手。师尊，无需担心，等我打通秘境，定让顾长歌跪地求饶。天骄叶神，国家大人让我给你带句话。什么话？顾长歌行事乖张，有违天道，吾欲联合天下强者，布下斩龙局，灭绝顾长歌。此话为真？千真万确。太好了，天助我也！顾长歌，你必死无疑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公子，
秋寒姑娘，昨日的事吓到了吧？没关系，多谢公子安慰。公子，昨晚我也吓到了。你也吓到了。好，那今晚我会好好补偿你。公子，你好坏。林天还活着。什么？怎么了？公子猜的果然没错，那林天还活着。虽然他没把我下葬，但也幸好没把我火化。接下来，我只要装作失忆，让他们以为我都已经变成了以前那个废物林天，这一切我就能躲过去。又是耗费我10年的功力，顾长歌，我必杀你！不好了，诈尸了！叫什么？没见过死而复生吗？我要告诉大小姐，你这个怪物！你找死！正好，本王急需恢复实力。公子果真料事如神，幸亏公子慧眼如炬，否则定叫那林天逃脱升天。公子，现在怎么办？自然是看场好戏，把林天带过来。顾长歌，等我骗过这些人，定会找机会斩你。林天，你可知罪？哼，姐姐，你说什么？我犯了什么罪啊？我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说你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？对呀，我就记得之前我还正在学堂里读书，怎么这一觉醒来我就到了这里了？那你可曾记得顾公子的样貌？不记得。这男子是谁呀？我怎么从未见过？跟我装失忆。林秋寒，你会怎么选呢？是斩断执念重获新生，还是自甘堕落？林天，都这个时候，你还在跟我装什么？哎呦，姐姐，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为什么我被关在地牢之中？你还想说什么？姐姐，你做什么？我真的是你弟弟林天，你怎么能不信我呢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。青梅竹马？啊？林天向来和我只称姐弟，何来青梅竹马一说？错了，说漏嘴了。说，你是谁？说，你是谁？主人请注意，由于林天气运即将归零，将其斩杀后可获得特殊奖励。特殊奖励，不错，我很期待。这个笑容，难道他早就已经察觉了？可恶，我漏天神王怎么会败在这里？不管你是谁，敢占据我弟弟的身体，该死！
就算我不是林天，姐姐，你怎么能够这样对待我？我从未伤害过你，甚至我还想保护你。所以你就可以将我弟弟的灵魂吞噬？那又怎么样？他是个废物，废物，废物！而我是神王转世，日后只有我才能带领着林家一步一步一步，一直更上一层楼。这不是你吞噬我林家子弟的借口。我就不是林家子弟了啊？我有林天的皮囊，我有林天的筋骨，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这帮人怎么老是执着于纠结他的灵魂到底是谁呢？这重要吗？我告诉你们，你们失去的是一个废物，而得到的是一位踏足虚神境的天才。住口！就算我弟弟是废物，但他也有活下来的权利。你没资格剥夺！天命之子气云典已清零，可以进行斩杀。林姑娘，斩杀血亲未免太残忍了。这个恶人，我替你当。公子，躲我身后。多谢公子。你猜我为何不让人将你火化或者下葬？为什么？你早就知道我是假死。姓顾的究竟是谁？到底有什么目的？目的？我能有什么目的啊？不是你一直要杀我吗？你究竟是谁？怎么会有这等手段？天眼，看！这不可能！这不可能！你们都被他骗了！这顾长歌，他是个魔，他是个大魔！你们现在这般行径，都是给他助长气焰，到时候必遭反噬。你还想说什么？姐姐，放我一条生路。我是神王转生，我可以帮你们对付顾长歌。放你！带上来。这什么呀？这怎么回事？这什么东西啊？顾公子虽然为魔，但从未伤害我林家一人，而你林天自称为神，却吞人生机，残害生命。姐姐，这也是无奈之举啊。无奈？若神的一句无奈，就该牺牲无辜者的生命，那我林家自甘堕入魔道。没错，魔又如何？我林家甘愿入魔。请公子出手，助我林家铲除孽障。请公子出手，助我林家铲除孽障。你们这帮蝼蚁，竟敢把本王当成孽障！等本神王再次转生归来，我要将你们林家灭门，一个都不留！你说你要转生？没错，我习行的是上古功法，能保留我的真魂，无限转生。那你的神魂岂不是很强大？没错，怎么样，怕了吧？你若识相的话，趁早给我跪地磕头认错。本王乃是身负大气运者，届时可以收你为小弟。怕？
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你怕是忘了吗？我顾长歌是魔，你的神魂越强大，我越喜欢。你的神魂，我收下了。霸气张扬，吐手遮天，霸苍穹苍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身负大气运，还是斗不过你？因为你蠢。要不是你刚才的那几句话提醒我，我还真就忘了你能转生的事。什么？谢谢啊，多亏了你的提醒。没人猜测不过点缀的芬芳。顾公子的实力竟然如此恐怖，不仅实力，就连背景也是这么通天。这样的人才值得我们林家屈服。公子的戏真是越来越好看了。这神王境残魂的力量，还真是美味。任务完成，获得天命值2000，解锁天赋天命大反派。系统，何为大反派？主人，背负最终反派宿命，可无视气运，击杀天命之子，掠夺气运。哦，居然有此等功效，正好可以拿叶辰开刀。我林家愿世代臣服公子，我林家愿世代臣服公子。倒茶。林家臣服，是时候开启下一步计划了。诸位都起来吧。多谢公子。多谢顾公子。林老，老奴在。带领林家众人潜伏在冲月城，等待论道大会开始。公子，现在又要开始做局了吗？没错。我怀疑这论道大会和天元谷密城有关，我需要你们暗中做好准备。明白。对了，公子，那叶辰应该怎么办？要不要我将他斩杀？不急，这叶辰还有用。等他秘境开启，可以把他当做棋子。我这就去安排。谈笑间落子布局，竟然将一代天骄作为棋子，顾公子果然可怕。我的愿为公子的道。秋寒姑娘，节哀顺变。多谢公子，若没有你，我林家必遭劫难。举手之劳，不必在意。公子，若公子不嫌弃的话，秋寒愿永世侍奉公子。你想好了？想好了。好，今晚去我寝宫侍寝。等我帮你打通经脉，日后你便能踏入丹道。经脉已开，起来吧。公子好厉害，我能感觉到我对丹药的把握更强了。哦，是吗？秋寒怎敢欺骗公子？好，青哥。公子，好多药材。那就劳烦秋寒姑娘了，把这些天材地宝全都炼成丹药。接下来我有大用。
明白。公子，今日这出戏可还满意？还算不错。青哥斗胆猜测，这下一步棋便是论道大会，天元古秘境。你果然冰雪聪明。我准备这么久，就是为了那秘境当中的至宝——八荒魔戟。公子的布局环环相靠，抽丝剥茧，这区八荒魔戟，岂不是手到擒来？还不够。要想这局棋、这场戏更漂亮、更好看，还缺最重要的一步。还请公子解惑。这一步叫力量。这是太虚神经的气息。秦哥，帮我护法。明白。我以实力打破一切的规章，没人再责不过点缀了太险剑诀。利用与被利用皆在我的手掌。公子放心，青哥定以命相护。阴谋阳谋不惧剑魔，效果天命之破境。真是天赋天交皆为我自造，莫空修炼黑暗力量在崩炸，换不过出这路，我一人去闯荡。今日我将等你神境。林老，您看，这是虚神气血，顾公子突破了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公子的天赋不是我等可以窥探。这是顾公子突破虚神了，不愧是一代天骄，能败在他的门下，实乃我一生之幸。五常哥又突破了，天地间又多出了一位虚神强者。天地竟然如此不公，这丹魔头孽畜凭什么登临虚神？这顾长歌果然可怕，短短数月就连续破境。不能让他继续突破了，必须要做两手准备。兄妹连心玉，小陈，你要联系你妹妹叶琉璃？没错，她已经拜入上古神山，那可是这座天下最顶级的势力。就算顾长歌是来自上界，他也没资格招惹。小陈，你还记得自己曾经发誓，为了保护妹妹，绝对不会联系他吗？没办法了，如果再让顾长歌成长下去，他必然要飞升回到上界，届时我就再也杀不了他了。可是，这样会让叶琉璃沾上因果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叶琉璃在明，斩龙局在暗，只有两者互相配合，才能确保将顾长歌斩杀。小陈，你何时变得这般自私自利，精于算计？都是那顾长歌逼的。诸位，今日请诸位前来，是有要事告知。我将会是大家斩杀顾长歌最大的助力。何出此言？因为我在来这里之前，已经联系了上古神山，可以借他们之手打压顾长歌。上古神山，你竟然有此等背景？叶某只是素来低调，但不代表我没有实力。论背景，顾长歌不如我。有上古神山出手，那咱这斩龙局
便更有把握了。哼！这就是虚神的力量吗？恭喜公子登临神位。起来吧。公子此番突破，想必上古秘境一事定能手到擒来。没错，积累数月，只为一朝登天。我记得公子曾经说过，那叶晨也会在秘境中出现，总觉得他是个变数。无妨，叶晨已落入我的网中。这秘境既是我顾长歌崛起之处，亦是那叶晨埋骨之地。没想到迦楼圣地竟然会被覆灭掉。那个自上界前来的年轻人，究竟是什么来头？不管他是什么来头，我都会让他付出代价。琉璃放心，这姓顾的或许来头不小，但跟我们上古神山比起来，根本不算什么。就是，咱们这里的每个人都代表着一座大族，统一无尽疆域。自太古便是如此。琉璃，若这样，我等这就下山，把那顾长歌捉来，给你赔罪。我也正有此意。不，我要亲自去看看此人到底是谁，竟如此大胆，要暗害叶晨哥哥。琉璃，这是要亲自出手。没错，不过就是仗着有一个虚神境老仆，竟敢如此逞凶，我要让他知道天有多高。你可是咱们神山的第一天骄，若你出手，定叫那中州震荡啊！没错，论实力，琉璃天下第一；论背景，琉璃可是上界某一恐怖大族的嫡系族人，那顾长歌必定跪地求饶。诸位师兄，我去就回。琉璃，等等！琉璃，按照传闻，当初是那叶晨觊觎苏信哥，主动招惹顾长歌，而且他还在这个节骨眼上拿出玉佩，很明显是在利用你。我相信叶晨哥哥的为人，他一个老实本分、诚实善良的人，他一定很需要我。琉璃，你是族中嫡女，迟早是要返回上界，成为这翱翔9天的真皇。叶晨他配不上你。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叶晨哥哥，但我相信他说的那句莫欺少年穷。琉璃，你未曾返回过上界，莫说30年莫欺少年穷，就算给他3万年又如何？有些人注定无法触摸星辰，那又如何？我相信叶晨哥哥一定能成为真龙。走吧，雪姨，让我们去见见那位顾长歌。你这孩子！听闻这顾长歌有一位虚神境老奴，雪姨，届时就劳烦你了。区区虚神境，弹指可觅。听说这顾长歌背景恐怖，不知是否为真？下界人的无知罢了。你的家族就算在上界，也算是顶尖。论背景，无人能敌。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不留情面了。顾长歌，你给我滚出来！来者何人？爹！来者何人？上古神山莅临，小小林家来不来拜？什么？曾统御天境界10万年的
上古神山。不知上古神山的各位，来我林家所谓何事？叫顾长歌出来，我们家小姐要见他。我们家小姐要见他。我现在身为公子婢女，必须要履行职责。诸位如果想见顾公子的话，还请等候片刻，我这就去询问顾公子。怎么？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去见他？我家公子身份尊贵，岂能亲自出门来见？放肆！敢在我面前提身份，你可知我想覆灭你们林家，不过就是一句话的事情。一句话想要覆灭林家，阁下的口气还真是不小啊！怎么，你不信？雪姨，不要考他们一般见识，还请通禀一声，就说叶晨表妹叶琉璃要拜见那位年轻大人顾长歌。又是叶晨，这小子还真是个瘟神。就是，只要一听到这个名字，准没有好事发生。住口！不准侮辱叶晨哥哥。叶姑娘，我现在就去禀报公子。虚神剑是那位老奴出手了。二位，我家公子有请。不愧是虚神境的强者，看来是我小看的你。雪姨，这一掌有古怪，很像上界一座长生家族的功夫，但应该是我的错觉。毕竟那种家族是你母族都无法接触的存在。肯定是错觉。那顾长歌怎么会有如此背景？没事，先看看情况。带路吧。秋寒，你也。好。顾长歌姓顾，难道是长生家族？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可是天大的吉。雪姨，你怎么了？这件事在我看来，或许是个误会。雪姨的意思是，这位顾公子的来历很可。走吧。气势汹汹的上古神山，竟然在咱们老祖面前也怂了。顾公子的身份背景果然可怕。你们真觉得方才那惊天动地的一掌是老祖所为？老祖虽为虚神境之上的天神境，但其底蕴根本没有如此庞大。更何况叶琉璃身旁的那个女子，也是仅次于天神境的神王境。家主，您是说那一掌？没错，正是顾公子所为，以虚神境修为，一掌逼退神王境。顾公子当真深不可测。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中。公子，等下不是要杀了他们吗？我向来儒雅随和，怎么会随意杀人？况且杀了多浪费，人家上门送温暖，咱们得学会感恩。公子，人带到了。你们要见我，顾长歌。如此高高在上的从容气度，果然这是上界长生大族才有的姿态。主人请注意，天命之子叶琉璃已经出现，幸运值800点。竟然比叶晨还多，事情变得有趣起来了。金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一看到这个笑容就害怕，因为这个笑容代表公子又要玩弄人心。这才是9天真龙
那叶晨在顾长歌面前，真如萤火面对皓月。你就是那位顾公子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态度？琉璃姑娘，在这宫殿中身居高位的，只有我家公子一人，你却偏偏要明知故问，这岂不是在为难？你就是那位东荒第一美人苏清歌吧？背叛我表哥的淫妇！琉璃姑娘，饭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讲。我且问你，我与那叶晨是否为夫妻？从未听过。那是否为情侣？我不知道。既然如此，那便是未知全貌便妄下定论。你引以为傲的上古神山，就是这么教育弟子的？敢辱我神山，找死！区区通神境也敢在我家公子面前示警，狂妄！你，哎呀，怎么好端端的动手呢？琉璃，快给顾公子赔礼道歉。雪姨，上界的记性。公子果然慧眼如珠，我乃叶族的护道人，刚才有眼不识泰山，顶撞了您，我自愿废除以弊赔罪。你，雪姨，你有点太过了。琉璃，区区一个顾长歌，就把你吓成这样。姓顾的，我乃上界仙族叶家嫡女，识相的话，跪下认错。跪下认错。公子，上界仙神很厉害吗？对别人而言，确实有些名气。对于公子您呢？在拼爹这件事上，我还没输过。仙族叶家，正好可以利用。叶琉璃，你确定让我跪下认错？对。哎呀，顾公子，此事是个误会，要不趁此机会把这个误会给解释清楚了，不然大水冲了龙王庙可就不好了。雪姨，你就是一个家臣，你还轮不到。住嘴！这护道者倒是不傻，这样一来，事情就更好办了。说说看，你们二人找我何事？在此之前，能否斗胆问一句，公子是否来自长生顾家？我叶族和长生顾家也有过一些交集。什么长生顾家？没听说过。这么一说，我确实有些想起来了。你们的叶族长之前和我家父亲确实打过交道。父亲，您是顾家的嫡长子，未来能执掌长生家族？你呀，确实比这叶琉璃更懂礼数。我代表叶家跟顾公子赔罪。雪姨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顾家很厉害吗？你再多嘴，我就废了你！你再多嘴，我就废了你！顾家到底什么来历？上界有句老话，叫顾家一怒，上界不宁。别说你们叶族，就连我们引以为傲的上古神山10万妖宗，只要是顾家一想，动动念想，就可以把我们抹除。一念灭世，竟然这么恐怖！琉璃，雪姨最后再劝你一句，虽然族长很疼爱你，但你也知道，叶家不是只有你一个女人。如果你给叶家带来了灾祸，你猜猜，族长还会不会庇护你？为什么叶晨哥哥会得罪这种大人物？我以为我的背景可以轻松瓦解。琉璃，你未曾经历过大风大浪，觉得江湖就那么一点大，这不怪你。现在去给顾公子赔罪，这件事儿是你想多了。以顾公子这样的身份，怎么会在意叶晨这样的小蝼蚁呢？道歉？不可能！要不是有顾长歌，叶晨哥哥怎么会颠沛流离，沦为丧家之犬？叶琉璃，你只是一个家臣，没有资格管我。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你，顾长歌，我承认你很厉害，但让我叶琉璃道歉。
你笑什么？我笑你脑子有病。你，公子息怒，找死！这是天神境，竟然将自己的境界压制在虚神，顾家果然可怕。谁要是挡在公子面前，一个字，死！不敢。顾长歌，你还讲不讲理？你凭什么说我脑子有病？我问你，林家可曾招惹你？没有。我再问你，抛开叶晨之事，我可曾欺辱过你？没有。那你为何打伤林家族长？又为何刚见面就让顾某跪下认错？仗着自己有些背景就肆无忌惮，发现自己背景不够强就恼羞成怒。你说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既然你仍然执迷不悟，明老，老奴在。去上古神山，一夕送一人过来。是。一。公子息怒，今天此事是我冒犯了公子。二。顾长歌，你还讲不讲道理了？侦查。公子，查好了。叶琉璃，你现在就去给顾公子赔罪，难道你想让我们整个上古神山给你陪葬吗？你还没想明白，以顾公子的身份，他要想杀了叶晨，他能跑得了吗？这一切一定是个误会。像他这样的人，怎么可能是好人？无锡。大师姐，二师兄，叶琉璃，你就是个祸害！我来世必杀你！不要！不要！你是太古仙族的公主，顾公子是长生家族的少主，你跟他道歉，他不会为难你的。顾长歌，看来你还没有认清楚现实，明老。下一个是谁？明老。公子，老奴在。放逐上古神山。是。公子，息怒！叶琉璃，你是想害死所有人，你才开心吗？不要，我道歉。今日之事，是我叶琉璃冒犯，还请公子见谅。不够诚恳。叶琉璃，给公子赔罪。我要你跪下认错。我要你跪下认错。顾长歌，你太过分了！过分？刚才进来要我跪下的人是你，如今顾某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你不愿下跪是吗？也好，反正啊，上古神山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不，我跪。琉璃，给顾公子赔罪。琉璃姑娘，你的态度，顾某感受到了。那我不用跪了。顾某又不是什么坏人，这点小事儿岂会放在心上？明老，回来吧。哼！方才顾某杀的几个妖族，其实是你上古神山的叛徒。此事，你们上古神山还得感谢我呢。真的？是真的。刚才我听到了神山那边传来的声音，公子果然心思缜密，智勇双全，
在下佩服。难道真的是我误会公子了？不愧是公子，谈笑间就将人性玩弄。我就说吧，这一切都是误会。以顾公子的身份，他怎么可能会为难他人呢？公子，既然你我的误会已解除，那你与我表哥叶晨的误会是否可以解除？叶晨，我和叶晨没有误会，倒是他屡次三番针对我。怎么可能？叶晨哥哥这么老实本分的人，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？你对他了解多少？我们5岁便分离了。5岁分离，也就是说100年未见，100年时光，你觉得他还是曾经的他？我不知道。世间种种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琉璃姑娘，请回吧。公子，我们都是上界的大族，要不然让我们琉璃陪您赏月。不必了，我对他不感兴趣。公子，公子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真，难道真的是我误会他了？叶琉璃对叶晨本心产生动摇，叶晨气运点损失100，天命值加1000，又是1000点。看来这段时间叶晨又得到了新的气力，正好可以一波收割。公子，起来吧。找我何事？回禀公子，论道大会召开，天元谷秘境即将现世。你是说天元谷秘境终于要现世了？公子，我们现在应该起身夺回八荒魔器。不急，这秘境乃是一位至高神所创造的，即便是现在的我贸然闯入，也会有危险。那该怎么办？无妨，八荒魔酒势在必得。吩咐你的事做得怎么样了？公子放心，已成功设下圈套。很好。林家的人呢？公子，老奴办事，您大可放心。好，万事俱备，接下来只等秘境开启。你说什么？妹妹被顾长歌吓走了？没错，舍妹亮出了上古神山的身份，但还是被那顾长歌给狠狠的打压了。这该死的顾长歌竟如此难缠！这顾长歌若真有此等本事，咱们这斩龙局怕是没办法进行下去了。不行，还有机会。等论道大会召开，我会带领大家进入天元古秘境。叶兄弟的意思是？没错，待我打通秘境，获得里面的至宝，就可以提升实力。如此说来，我倒想起来了，那顾长歌好像也要前往秘境。那这样更好，大家协助我打通秘境，届时我们互相配合，斩杀顾长歌。此计甚妙。都听叶兄弟的。一群蠢货，都被我利用了。想必诸位强者已经看到，本次论道就以这秘境为主。夏皇有话直说，在这秘境当中还埋藏着一件至宝——八荒魔戟，以及一位至尊强者的毕生传承。一会儿秘境开启，如果有人拿走至宝，便是本次论道的胜者。这胜者有什么奖励啊？胜者没什么奖励，但是有一个尊号。什么尊号？天下共主，天清至尊。啊，天下共主啊！得此尊号，整座天清界都得尊他为共主。没错，谁也别跟我抢，这天下共主乃我囊中之物。放屁！我才最适合夺走这天下共主。奶奶的，谁跟我抢，我杀了谁！
哈哈，诸位别急，一切都要看着秘境当中开启之后最后的结果。公子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不错，接下来就等着秘境开启了。秘境即将就要开启了，小陈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师尊。这段时间，我都把地图残片集齐了。即使秘境危机重重，我也能如履平地。更别说，我还得到了钥匙。此番事了，咱们就离开中州吧，去一个小地方，安生修炼。走？不可能！我获得秘境的传承，就是为了杀顾长歌报仇，就是为了杀顾长歌报仇。再说了，我还有斩龙局的那些人可以利用，而且我的境界也依旧达到封王。可你的执念与仇恨已经害死许多人了，是时候该放下了。谁会放下他？顾长歌、苏清歌，这对奸夫淫妇，我必须手刃。可你的仇恨与执念只会害了你，而且他顾长歌也算有恩于我，若不是当初那枚丹药，我恐怕早已泯灭。什么意思？他对你有恩，我就对你没有恩情了？要不是我，你现在还被封印在戒指里。我为你做的已经够多了。不够！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。师尊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让你被顾长歌夺走。小陈，你真可怜。从前的你不是这样的。人总是会成长的。师尊，顾长歌来此，应该是为了八荒魔戟吧？你想说什么？我会在他之前夺走八荒魔戟，然后利用斩龙局的人杀掉他，把他的魂魄囚禁，日夜折磨。这样会不会太残忍了？我怎么觉得刚刚好？我这师尊果然处处向着顾长歌，根本没有在乎我的感受。小陈，有件事我必须要提醒你，你那个表妹身后的势力其实特别恐怖，在你没有达到虚神境之前，你千万不要去招惹她。师尊的好意我知道了，我和琉璃的事就不劳烦师尊操心了。小陈啊，小陈，你果然已经变了。诸位，秘境开启，本皇先走一步。哎，你个老匹夫不要脸，等我一等！这秘境的至宝与传承应该是我的。公子，那我先进去执行计划了。公子，我带着家族子弟先行一步，为您开路。去吧。大征之事，唯有一往无前。这天下共主的名号，必然夺下。好一个天骄争霸的年代啊！只可惜啊，他们跟公子生在了同一个年代。二位美人怕是误会了，还请公子解惑。他们这群人，在本公子眼中，不过是一朵浪花，一缕波澜。一朵浪花，一缕波澜。本公子要争霸的是那无垠的大世界，是那无垠的星空。是青哥请播了，无妨。无论公子去哪，
秋寒都要陪在身后。好，那就随我进秘境。明老先生，怎么了？这扇门在抗拒我。这里好像是有规则，禁止一切虚神境以上的修士进入其中。如此古怪，这天元古秘境果然是为叶晨量身定做的副本。够天道，还能再偏心一点吗？公子，请恕罪，老奴要把境界压制在虚神。无妨。这是谁呀？为什么带着2位美女闯秘境啊？嘘，不要乱说话。这是林家臣服的那位年轻大人，他很只先覆灭迦楼圣地，挫败上古神山的恐怖存在。这么厉害啊！走。哎呀，这顾长歌，那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，快走！哎呦，没想到咱们公子的威名居然传遍了整座中州。这样也好，省得呀有不识抬举的蠢货出来挑衅。公子，接下来去哪儿？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。去修行？不，我要钓鱼。公子，别人来这秘境当中都是争分夺秒，咱们为何要钓鱼？若是公子不嫌弃，我可代替公子前去寻宝。不急，这秘境十分危险，贸然闯入定会损兵折将，不如在这休养生息。公子的意思是坐收渔翁之利？没错，那叶晨深受上天眷顾，手中定然有着秘境地图，我们只需耐心等待，让叶晨为我们开路。公子果真好寂寞。不愧是公子啊，此番寻宝定能够万无一失啊！我这就为公子搭好帐篷。我去帮忙。叶晨啊叶晨，虽然你打白宫的样子真的很狼狈，但是你帮我找机缘的样子真的很靓仔呀！3万年火神花能凝聚出一缕火之真意。这套秘境果然没来错。琉璃，你怎么离哥哥这么远啊？男女授受不亲。你呀，还真是长大了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你能来秘境当中协助我，我已经很高兴了。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有你的协助，再加上斩龙局的那些人，这次我必定能斩杀顾长歌。叶晨哥哥，你和顾长歌之间是不是有些误会？确实有误会。真的？他竟然觉得我配不上苏清歌，哼，真是好笑。琉璃，等我杀了那对奸夫淫妇，我们就拜堂成亲。成亲？放肆！你一个仆人的后代，也想癞蛤蟆吃天鹅肉？信不信我当场将你杀灭？雪姨，别瞧不起人，曾经瞧不起我的，都被我通通踩在了脚底。哼，就凭你一个9天真龙都没有见过的小蝼蚁，你连顾公子随手捏死的资格都没有，还想娶我们琉璃？我呸！你闭嘴！我喜欢的女孩是我喜欢的女孩，凭什么拿我跟顾长歌相比？
必日后杀你！叶晨哥哥，你别听他说。雪姨，你又在瞎说什么？我说的是实话。要不是因为这个家伙，顾公子怎么会对你这般态度？你们之间……雪姨，不要在我面前提顾长歌，我不想听到那个让人讨厌的名字。哼，还是琉璃乖巧懂事。对了，叶晨哥哥，我有个事情要提醒你。那顾长歌背景可怕，在我之上，你对付他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我无法出手。这样啊，叶晨兄弟，我们准备好了。太好了，诸位，斩龙杀举，布阵。原来这顾公子的背景比我想象的还要可怕，那他保命的手段应该不少，我也不必太过担心。唉，要是真打起来，我该帮谁呢？小陈是我一手带大的，但顾公子对我又有救命之恩，而且当初为了招揽我，甚至不惜将小陈放走。哎呀，公子，这力道如何？不错。公子，有关这篇秘境的消息已经打探出来了。说。这是一片封印之地，蕴含着大机缘，也蕴含着大恐怖。而建立这里的那位至尊来历更是古老，可以追溯到千万年前。有没有八荒魔戟的消息？有。建立这里的那位至尊，为了天下苍生，以血肉封印了八荒魔戟。八荒魔戟，那可是连上界诸神都垂涎的东西，一旦出世，其魔焰必将祸乱世间，覆灭万族啊！如此恐怖的神物，公子真的有把握将其降服吗？你觉得，单论魔这个字，是八荒魔戟更凶，还是我更凶？公子，您的修为又精进了。区八荒魔戟，若是不乖巧，废了便是。上钩。以后啊，别这么蠢了。公子，不好了！雾气，好可怕的雾气！这雾气有魔性。幸亏我们修为够深，要是其他人，定会迷失。看来这八荒魔戟耐不住寂寞。没意思，这雾气中的魔气太淡了，连填饱肚子都不够。哈哈哈哈！对呀，公子，您修行的可是万古第一魔道，他这种魔性，怎么有资格进入您的肺腑呢？不好，秘境的环境变了，这下我们想要进入核心之境，恐怕会更难。别担心，有人已经为我们探好了路，接下来跟上去便是。哈哈哈哈！不愧是公子啊，层层布局，竟然没有半点的遗漏，好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走吧。哎，这就走了？那这秘境里的宝物岂不是便宜别人了？放心，叶晨会帮我们找好这些宝物的。然后咱们把他的宝物全部抢走，顺便再把他给杀了。这叶晨还真是个大好人，
一路走来，秘境奴仆全被他杀了，咱们连力气都不用出。要不是咱们公子智谋无双，若换了旁人，又怎会如此轻松？公子，按照叶晨这个路线，最后的传承就应该在前方。我已经感受到八荒魔籍的气息了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们终于要成功了。行百里者半九十，打起精神，真正的硬仗要开始了。哈哈哈哈！早就迫不及待了。哼！按照地图来看，这里就是入口了。叶晨哥哥这些年来实力提升的很快啊。琉璃过奖了。对于我来说，破镜变强，只需要动动手指。叶兄弟，没时间儿女情长了，咱们抓紧进去，免得夜长梦多。好，诸位，只要助我夺得宫殿中的传承，我必然亲手杀掉顾长歌。好，都靠叶兄弟了。跟我走。叶晨进入核心区域，咱们跟着。公子，要不老夫在此守护？不必，这次我亲自动手。不愧是那位至尊的手笔，果然是通天彻地。叶兄弟，咱们赶紧去找传承吧，免得被那顾长歌抢占先机。放心吧，就算顾长歌来了，没有地图，他还是会被困在这里。啊，还是叶兄弟心思缜密啊！还是叶晨哥哥聪明。聪明，只不过是个运气好的小子罢了。除此之外，哪能跟顾公子比呢？那里的魔气十分浓郁，根据地图的推断，那传送阵能将人送到传承之地。太好了，叶兄弟，赶紧带我们进去吧。那里边很有可能有危险，届时就仰仗各位了。放心，叶兄弟，只要能斩杀顾长歌，付出什么代价我都可以。好，大家跟我来。这群傻子真好骗。不好，这些秘境奴仆全是蜂王境强者。应该是触发了什么禁制，不行，必须要尽快进入到传送阵，绝不能拖延。但这些蜂王境奴仆太强，我们根本挡不住。我来。琉璃，这些秘境奴仆是随秘境而生，根本杀不完。叶晨哥哥，你们快进去，我有办法对付他。好，琉璃，你先坚持住，等我接受完传承就出来帮你。你们几个留下来帮助琉璃姑娘，剩下的跟我走。是。琉璃，你何必受这种苦呢？这些个秘境奴仆，迟早就会要了我们的命的。这都是我欠叶晨哥哥的。收去！你欠他什么？他救过你的命。小时候我被孤立的时候，是他给了我一颗糖果。就因为一颗糖果？很傻对吧？但这就是我。
千里冰封。琉璃姑娘，忙着呢。顾长歌，他怎么来了？而且速度这么快。顾公子，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你。不对，有问题。按照叶晨哥哥所说，没有地图的人根本进不来。这顾长歌好像并没有经历过战斗。顾公子乃是顾家嫡长子，他有这样的能力，岂不是很正常？不正常。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他一定一直跟在我们身后。他在叶晨哥哥身上做了手脚。你这股聪明劲儿，怎么不用在叶晨身上？这顾长歌太恐怖了。最开始他不杀叶晨哥哥，肯定不是因为心善，而是想利用叶晨哥哥进入秘境。你到底有没有在认真听我说话？琉璃姑娘，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啊！绝不能让叶晨哥哥受到干扰和禁锢，拖延时间。顾长歌，你怎么来这里？当然是因为你们帮我解决了麻烦，我才能来到这儿。说起来呀，我还得感谢你们。感谢我们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说，你来这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明知故问，看来是想拖住我们。明老，顾长歌，你雕虫小技，青哥，开路！顾长歌，你这个贱人！明老，守住这个入口，任何人不得进入。是。琉璃姑娘，撑不住的话，可以找明老求救。我呸！你做梦！两位美人，随我夺取传承。是。到了，我的传承就在这里面。我这一路走来的辛苦、努力、汗水，全都没有白费。当年这里应该死过很多人。没错，这宫殿之中充斥着难以想象的危险。开启之前，你可得考虑清楚。师尊不必再说这些了，我早就做好准备了。至尊传承，八荒魔戟，我来了。那是传说中的八荒魔戟。不愧是曾经的魔王至尊，哪怕已经身死，却如此的恐怖。就算是巅峰时的我，也不敢直视他的锋芒。八荒魔戟，天青界至宝，也是世间最凶的生物。传承呢？传承在哪儿？不是说这里有着那位至尊的传承吗？我怎么没找到？不要着急，传承不会丢的。不，我很急。如果找不到传承，
我怎么杀顾长歌？怎么杀苏清歌？所谓传承，就在那具尸体当中。哦，对，没错，尸体。等等，这个声音，顾长歌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没有地图，根本不可能突破外围的禁制。叶晨啊，你是真的蠢！我自然是跟在你身后进来。看在你如此卖力的为我开门，并没有拿你。什么？长歌，真是个卑鄙小人！八荒魔籍，终于找到你。八荒魔籍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我进入逆境以后，一直低调行事。一定是有人把我的行踪透露给你的，而且这个人一定是我身边的人。所以，你觉得是谁？一定是……一定是你！我最敬爱的师尊！小陈。你妍希前辈，许久未见，你还是那般美颜。师尊，果然是你！小陈不是这样的，听我解释。住口！怪不得最近都不说话了，原来是对我愧疚啊！我待你如是，你却联合我的仇人来害我！我不说话，只是因为我觉得你变了。我从未想过害你。你现在这么说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妍希，我真心待你，没想到你居然这样对我！小陈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没想到在你心中，我竟是这副模样。不然呢？难道还要让我对你感恩戴德？谢谢你杀死我吗？你好，自今日起，你我师徒之情缘自此断绝。自此决断。好一个自此决断！我怕你不是早就盼着这一天了吧？随你怎么想。妍希前辈，有时候啊，真心并不能换来真心。你说的没错，这些年是我错付了。叶晨与师尊最终决裂，气运点损失2万点，已到低谷界限。天命值加2000。不错，终于到了收割的时候。顾公子，差点忘了，多谢你的聚神丹，不然靠着叶晨，我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重塑身躯。到时我这一缕残魂，估计早就消散了。你说什么？你居然还怪我？我不是让你忍着吗？你为什么就不会忍忍？看来叶晨对你误会颇深呢。哼，误会不误会的都不重要了。可是你这样，我很痛心。明明这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，明明你都那么努力的对他好了，可他一得到传承，就要抛弃你。顾长歌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少在这里装什么好人！
居然联合颜姬这个贱人，一起来谋害我！我这个钥匙可以启动宫殿内的机关，信不信把你们这些贼人全部都格杀？你说你想杀我？聒噪！顾公子，当初英勇之事，是否还作数？自然作数。好，我愿追随于你。恭喜你，颜姬前辈，弃暗投明。颜姬归心，气运点加400，天命值加4000。天命值又涨了，但还不够。顾公子，若不嫌弃的话，以后便称我颜姬，前辈什么的太不合适了。好，以后便称你颜姬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颜姬，这是送给你的礼物。如此美艳的女子，怎么能一直住在破镜之中呢？神品养魂玉，顾公子有心了。这是给你的奖励，不必客气。公子这般大方，倒是显得从前的我不识相了。长歌，我要杀了你！斩龙局的各位前辈，配合我斩杀顾长歌！正有此意。我手里的钥匙可以借来这秘境的30%功力，助我抵达神主境。而你，顾长歌，区区虚神境，拿什么跟我斗？公子，这一击威能巨大，绝不可小觑。原来这就是他的底牌啊！公子，我可以燃烧神魂助你。我不是叶晨，不需要你牺牲。况且，在这里，他翻不起什么风这就是长生家族少主的实力，果然恐怖。顾长歌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归于尽吧！秘境，自爆！前辈，你，多亏公子提前布局，否则还真就让你得逞了。什么？公子？你是？哼！叶晨啊，叶晨，你不会真以为自己很聪明，可以把我们都骗了？殊不知，从一开始，你就落入了公子的圈套。什么？是你们？我的行踪是你们告诉顾长歌的？从我们一见面开始，你的一举一动，全都被公子掌控。也就是说，我误会了师尊。蠢货！哼！
公子，我们3人顺利完成任务。公子，这是秘境钥匙。不错，当赏。都起来吧。谢公子，多谢公子。顾长哥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在捣鬼。放肆！这明明都是我家公子的布局。你家公子？青哥，你果然当了顾长哥的狗！再多嘴，我斩了你！师尊，对不起，方才是我误会了你，你能否原谅我？就算一切是顾公子的计谋，又如何？你不分青红皂白，当众辱骂我，这件事伤透了我的心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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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算你们狠！来呀，顾长哥，来杀了我！让你蹦跶了这么久，也是该今日了结你了，小韭菜。没想到我叶辰一事不办，竟然会死在这里。顾长哥，顾长哥，住手！怎么回事？明明我的境界和顾长哥一样，怎么连他法身的一个手臂都砍不断？来的倒是时候。琉璃，昨日因，今日果，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。顾长哥，怎么想救他？顾长哥，你住手！放了叶辰哥哥，有什么条件你尽管说。什么条件都可以，只要能放了叶辰哥哥，什么都好说，但条件不能太过分。我提醒你，现在是你在求我，跟我谈条件。琉璃，你不要答应他，就算是死，也不会让你向他求情。我让你说话了吗？什么条件才能放了叶辰哥哥？你尽管说，只要我能做到。很简单，放开石海，让我种下奴役，永生永世为我所用。永生永世为我所用。你说什么？这个节骨眼必须装下去，才能让琉璃救我。琉璃，不要答应他，我宁可选择去死。顾长哥，你这是好大的口气。不过，为了叶辰哥哥，我愿意。但你要以你的道心起誓，不能再害叶辰哥哥了，更不能杀了他。如违此事，必遭反噬。要我发誓？可以。我发誓，绝不杀你的叶辰哥哥。如违此事，天魔噬心。好，算你有种。你可以下奴役了，这顾长哥肯定不知道，我有秘法可以规避奴役。这是什么？我的秘法不管用了！你这是什么？这是我顾家秘法，众魔瓶。任何秘法都无法驱散。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魔仆。你放屁！跪下！现在该叫我什么？主人。
真乖。顾长歌，你对琉璃做了什么？如你所见，叶晨，是时候将你抹杀了。不要！你不是已经发誓了吗？你不能杀我！抱歉，我顾家也有秘法，琉璃，救我！已掠夺叶晨所有气运，获得天命值1万，获得虚空神格，可掌握虚空之力。也好，如此一来，便可以突破天神境了。终于要得到你了。道无前来，手无道统。道统？是，前辈。心怀鬼胎，性情黑暗，无光明之道，岂能传承于你？我寻思叶晨的心思也不干净，不仅缠师尊身体，也善妒虚伪，这么双标。前辈明鉴，晚辈虽性情黑暗，但实则心向光明，有匡扶天下正义之心，有拯救黎民苍生之意。放肆！无耻小辈，你竟敢欺骗我！满嘴谎言，等住！狗东西，给你脸了！你还真把自己当人物了！一个死人也敢在我面前逞凶！小辈，找死！小辈，找死！这八荒魔戟跟着你，真是浪费！好好的一个兵器不用来杀人，竟然扔在这，我都替你感到浪费了。八荒魔戟乃至凶之物，一旦出世，可灭绝一切。我这是要助魔为虐！助魔为虐？不巧了。我就是你嘴里的魔。魔道，本就该死！我看死的人是你！八荒魔戟，出世！魔头，复我封印！这八荒魔戟你把握不住，他们迟早会找上你的。恭喜公子获得八荒魔戟，公子好厉害！公子不愧是公子，确实不同凡响。从今日起，天上地下，唯我顾长歌不败！公子，不好了！说，八荒魔戟出世，上界大教下凡，布下这天罗地网。这可怎么办？跟他们拼了！区上界大教，正好试一下八荒魔戟的威力。魔头，速速投降，否则灭你三魂七魄！诸皇莅临，不许魔神登天！苍天不仁，万不为贼。那今日我顾长歌杀入凌霄，灭乱苍穹！